来这件事，中华地检署接到线报，讲河尾有一间废弃的厂房，登记封藏事业的废弃物。对查发现是一间建材公司藏的。这间公司真离经，除了中华之外，嘛伫台中南投滚也有的空地啊，讲倒对人体有害的玻璃纤维。这个案件总共是出动27个检察官来侦办，结果是查出一个姓罗的男子，本地是每一栋2000到3000块，帮工厂来处理掉废弃物。但是，伊煞甲超过1万吨的废弃物交予看沟仔甲建材公司，用非法的方式四界乱倒，甲台中、中华、南投拢当作是因家己厝内底粪扫场咯。台中地检署检察官甲警方来到台中外埔的空地所查，怪手挖出真侪事业的废弃物，以及对人体有害的玻璃纤维。另外一边，包括南投草屯、中华二水当地检察官警方嘛有查到类似的情形。中华河尾这座已经无利用的厂房，放进的废弃物，地主嘛意外。当时看到的，1个月、2个月。初初来的时候，不个密密麻麻。经过各地总共27个检察官甲警方环保等200外人调查了，发现讲事业废弃物是一个姓罗的查甫人，以每栋2000到3000块替上游工厂代为清理，因过伊收钱了后，无依照合法的程序处理，电脑交予姓邱的环保中人甲一间建材公司，以非法的方式伫台中、中华、南投乌白蛋签立虚伪之合约，用以表示所收受之废弃物均已处理。检方初步估计有几万吨的废弃物，互人凊彩乌白蛋。除了污染环境，环保局嘛强调讲，废弃物内面有一寡玻璃纤维，无经过处理就乌白台，这透过空气进入人体，影响健康。所以讲要求犯案的人要将这废弃物拢总回收，避免危害环境甲居民的健康。